2026年2月24日，時辰到，中共防火牆末日將至。大家好，我係易經人。2月19日，路透社報道，美國政府正開發名為 Freedom.gov 嘅新平台，其目標專門針對中國、伊朗、加拿大，仲包括歐洲及全球其他實施網絡監管嘅地區。該平台嘅主要功能旨在提供一個繞過網絡審查嘅門戶，令全球用戶能夠接觸到同美國國內相同不受審查嘅網際網絡環境。預計內建 VPN 功能，令使用者嘅流量睇落好似嚟自美國。其標榜完全匿名且唔記錄用戶 IP、瀏覽記錄等數據，並提供 iOS、Android 及電腦嘅跨平台應用程式，協助中國、伊朗、加拿大、英國及全球突破防火牆或斷網封鎖。歐洲同英國擔心呢個計劃較具爭議性嘅部分。美國政府認為歐洲嘅數碼服務法 DSA 等監管措施屬於審查，因此 Freedom.gov 亦旨在歐洲用戶可以睇到被歐盟歸類為仇恨言論或虛假信息嘅資訊嘅封鎖內容。該網站由美國國務院主導開發，目前已經上線預告頁面，顯示自由即將到來。預計喺未來幾個星期內正式運作。習近平8月有空，中共嘅末日將至。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